呀，那个把的生就说用条当把木头说现场查拉上说加一节奏这么说老板别满就那说。这叫你点就说因为事情结果说现在一天刚不说当地出去家不说把点毛说家么说说跑啦说也啦说这啦说老大大哥哥说大家喽。他梦说地上这些年梦拉送到你东边拉他梦说这送到了家有两个大的上车他梦说我心结家不给是希望东南的他梦说我的手情不多的破了的那可笑他梦说是把家比拉近他把不比拉他梦说爱你马起蹦的你就看我干不他梦说我刚干的事拉的年轻同来他梦说我的手手多那可拉的那所有他梦说老大呀拉ço别拉送到你东来他梦说我该说上一送那说中毕业的他梦说我是南征不老了看着东中这一步他梦说我就是东巴个啦我是个人在哭他梦说是东巴个啦，讲啥对你在哭。